第22天，青尼羅的難民。喺過去數十年嘅歲月裏邊，蘇丹呢片土地上經歷咗一次又一次嘅內戰，而東南部嘅青尼羅州更加係蘇丹嘅縮影。持續嘅內戰殺戮，讓人民不斷經歷死亡嘅威脅，流離失所嘅難民飽受飢餓、疾病嘅折磨。聖潔公義嘅主啊，你若究察罪孽，誰人能夠喺你面前站立得住？主啊，我哋呼求你，求你醫治呢啲喺戰亂衝突中身心飽受創傷嘅難民。主啊，你係生命嘅糧同埋活水，懇求你垂憐佢哋，讓呢啲每日都喺度為生存掙扎嘅難民經歷你慈愛信實，讓投靠你嘅人生命可以得到永遠嘅飽足。信你嘅人飲咗你所賜嘅生命活水，就可以永遠不渴。喺你裏邊可以揾到今生同埋未來嘅盼望。主耶穌啊，求你醫治呢片飽受煎熬嘅土地。你係好牧人，求你眷顧數以萬計被邊緣化、被忽略嘅青尼羅州難民，俾佢哋能夠經歷你同在嘅平安。求你帶領佢哋能夠回歸自己嘅家鄉，一齊將感恩、頌讚、榮耀歸於你。喺不絕嘅內戰中，湧現一批又一批嚟自青尼羅州嘅難民，棲身喺偏遠地區資源匱乏嘅難民營裏邊。然而喺嗰度，佢哋又可以自由咁聽聞福音。主啊，我哋深信你嘅美意，你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你保存人嘅性命，要讓窮苦嘅人得聞你救贖嘅福音。我哋為青尼羅州歸主嘅難民禱告，求你帶領佢哋屬靈生命可以健康咁成長。求上帝你嘅國度喺各個部落中興起，喺難民嘅家鄉建立起有屬主嘅生命力嘅教會，吸引更多人嚟歸向你，將榮耀歸於你。阿門。